力救援小英雄一出場，小朋友相當歡喜。立委陳廷輝頭擺推出家庭日，讓親子家庭有休閒的好所在。議員陳怡丁就來在馬告場上台跳舞。救援小英雄有惡力，好，加油，好往前開。三個人變做大朋友，和小朋友熱情親切的互動。草埔頂坐滿一個囡仔和家長，翕相比出高水的手勢，場面相當溫馨。另外，還有毛小孩的專屬活動，特別安排免費寵物檢查服務，讓一個人買當帶狗仔做回來參加。亭妃一直強調的，台南就是一個家，這個家是你跟我們一起要呵護它。啊，而且在這個家的每一個人，每一個攏是咱非常重要，咱需要去關心的。陳廷輝希望用實際行動，讓大家感受到厝的溫暖。這回除了飛飛姐姐爆米花、地瓜球、清涼的豆花，還閣提供上在地農漁產品來免費品嘗，親像是北門地區的羊棚粿、鮮化龍蝦雞仔餅，用蚵仔、沙巴魚做的海產糜，展現台南豐盛各美人的社區風味。我們特地開闢了一個能夠食農教育的哈，因為食農教育是亭妃在當召委的時候極力通過的，所以食農教育就是要把我們城鄉的這個感覺把它打破。咱的農業的這個發展，跟咱漁業的發展，要安怎會當跟咱的城鄉做一個融合，讓大家好啊體驗。陳廷輝講，參選台南市長的初衷是要提供囡仔好的成長環境，未來將持續推出更多友善家庭、親子同樂的社區活動，把台南變甲更加幸福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